我係黃秋平，一個喺香港出世、成長嘅東涌女兒。呢啲年嚟，我親眼見證腳下呢片土地，從一片寧靜漁港蛻變為坐擁機場、青馬大橋、港珠澳大橋嘅國際門戶。我唔止係時代變遷嘅見證者，更係全程參與、全程投入嘅建設者。作為鄉事會主席同交通運輸委員會主席，我每一日嘅工作就係為社區築橋。我深信真正嘅發展唔係大舊換新，而係連結城鄉，融合新舊，讓發展嘅成果被每一位居民共享，讓進步嘅腳步與保育傳承並行。離島區就係香港嘅縮影，我哋既有面向世界嘅格局，亦都有紮根本土嘅溫情。我認為自己嘅使命就係築橋，築起實體嘅橋，亦築起人心嘅橋，連接過去同未來，讓香港與國家、世界更加緊密相連。而家我決定參選立法會，就係要將呢份由下而上嘅實戰經驗帶進議會。我將秉持守正創新嘅信念，推動惠及市民嘅發展，優化交通，改善民生，促進可持續嘅城鄉共融。懇請你嘅支持，等我哋一齊為下一代築夢前行。